无恁做嘛袂瘾穿。我做个性啊，我讲。你今天如果破500K， 然后破500K， 然后人数300人，那我就上去唱。你起码都基本能吧？现在都基本了，都有基本200K 了，对不对？加上500K， 要定高一点我才上不去。我是到了慧君的家，我才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太胖了，想到哪里去啊？哦，9个啊，还有11个，哦，还有9个，还有9个，哇，要剩10个，快点啊，20个人我就唱啊，我就开唱啊。没有20个，我就不唱了哦。你啊，切歌也不好听，上面听你切歌。人我是过来看，人我是来看慧君的无，更紧把慧君揪起来。你有要起来无啊？莫伫遐会较张啊，你说张呢啊？会张嘞？你说张，对啊，冠夫姓姓张对啊。该讲人要来看你，但是要看我。对吧？朵朵是啥物卡小？啊呸！该讲人是要来看你的，但是要看我。声音很小声。啊，啥物很小声？说声音很小声啊。很小声啊。啊，是要偌大声？啊，无是要偌大声啦！啊，无要玩假呢啊！出来啊！来啊！出来！你来！我较大声。啊，你会使咧啊？有较大声一点嘛？7、8早是要偌大声？是无玩假呢啊？等下阮头家娘弟啊，别出来讲你是安怎啊？我会爱骗。偷耍的，你是要叫我讲偌大声啊？了解。死无良心的碰到底面。我袂讲骂，人个明明查某的讲，人个查某你哪有袂讲骂啊？然后慧君遮尔啊水着，遮古水着，人看人儿乐，对不对？后壁个一句鬼看鬼跋倒。紧来哦！你起来剩5个，剩4个，啊，看你偌歹了。有无？看你偌歹，你看，人我头拄仔有8、9个惨的，你起来剩4个。啊，你要反省啊！你咧创啥？你看到我开播，你紧走来，对不对？因为看到推播没，对吧？我不是关起来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在我的那个我另外一个用一个手机啊，然后它就会跑在上面啊，然后就会看到，刚好是在刷直播间的时候看到的啊。是啊，我是讲奇怪，我都关起来啊！天哪，你哪紧走？你用怎样照顾开来？你昨天唱那首歌还不错那一首歌我之前还没有，就之前我们家刚就是卡拉 OK 的时候啊，就是我那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。下面大家拢讲我唱得不错，拢无感觉讲我的背影这帅。你讲啥？我够可怜。人家拢讲唱得很好听，拢无人讲我的背影这帅。没有安心其实那一个啊，那一张照片啊，那个影片我有发现那个图会动废话，那是活动的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一直以为它会是那个固体，那个什么固定式的啊。固体，我跟那议题嘞，固体。你看那个练习讲冷笑话对吧？那是活动，那是活人，只是我坐在那边没动好不好？
哎，可是怎么可以那么的都不用动？干嘛要我动？以为是图片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看到那个海边的东西啊，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才发现原来它是活动的。你没看到人在跑来跑去，海在有啊，就是觉得那个有在跑啊，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它是那个动画的啊。只是我没有定，只是我坐在那边没定动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去海边的？啊，我不爱跟你讲。哎，我觉得去海边看海还不错呢。啊，对呀、海边啊，我最喜欢去看海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看海的那个感觉，心情会很平静。我要去对，唔免甲人讲，哎，人会知我的心中，人会都会甲我拍。没啦，那你甲你拍，没人甲你拍。你的粉丝这侪，你爱慕者这侪，你不要说对哈。不会啊，那个都是没啦，想那么多。我会讲你啦，有一天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我面开播啊，面煎干那米包的，你会知我就是。不会好不好？对你的粉丝。没，怎么会呢？你的头号粉丝就是恁翁，第一个先拍。对呀，不会啦，小事。是哦，安尼你敢有想要出来了解一下？太傻。不是啊，我捌看过我捌看过恁翁头顶上有一顶绿帽子，你敢有想要低看卖啊？喂，我白讲话。对呀。啊，不要紧啦，因为我低甲卖低啊，有吧？我这济咧，几篇咧，讲袂完的，你敢要听？会当讲甲你上。说啊，娱乐一下大家没？对啊，这边娱乐完之后，等一下再换我上播。即马剩两个尔，人无爱听啦，剩两个尔啦，袂紧听。唔要紧啊，佮至少佮有两个，唔是吗？一个是你，一个是鬼。我北讲。一个是啥物鬼？欢迎史拉玛，你是住在哪里的好朋友呢？迄个阿金活动还是咧活跃啊，咧吼。对啊。他活的呢。啊？你昨天有唱歌吗？昨天有啊，听海呀，你不是有听呢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我说听海呀，你不是有听呢？啊，不是只有那一首啊？你怎么不可能只有唱这一首而已吧？啊，无清水啊，切到遮努力要讲啥？有花花啊！录音网络有花花嘞！你看你很认真唱啊！你开播的时候就收花花啊！迄拢你刷的好无？啊！因为你很认真唱啊！我每天都播你的歌曲的时候，那就是上播的时候就给他一朵花花。啊，等你播得好啊！啊！等你播得好啊！我播袂出。不要，你又不来情意相挺唱个一两首。不来，我知你可不可以引我开唱不来？哎呦，被发现了！我封麦啊！麦安内没？我封麦啊！抖音无连接。干嘛封麦？那么会唱歌还封麦？讲到抖音，目屎流目屎滴，抖音都无啥小朋友。对啊，你很厉害，这样在路上也可以让老朋友遇见你还认得出来，真的是很棒啊！对呀，谁遇到我？谁？是谁？啊，你不是跟我讲说你去送货的时候在路上也会有遇到吗？我若要甲叫伊，就知影我是啥。应该很好认吧？屁呀！嘿，郭大哥来了，享受独处，早安。一般拢是我去讲听，一般都是我去认人家，人家不会认我，放心。对啊，郭大哥，你刚起床吗？今天早上没有看到你。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到底。哎，很奇怪嘞，到底很久没有看到你。对呀、
睡什么？睡到7点半，对啊，因为正常的话，如果你很早起来，你就会上来，对啊，看你今天比较没有，好像都没有上来。正常，那有不正常的时候吗？我就觉得其实能够多睡一点是好事啊，多睡一点是好事啊。有不正常的时候吗？你告诉我一下。加减困啊。暗得你较早困的较有面安尼啊。我早上7点，我昨天这样子，我昨天这样好像是9点就睡着了呀。看得出来你透早3点就起来呀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我跟你讲，应该我是好啦，对啦。你昨天没困哦？没有，我是觉得说，如果累了，我就会去休息了。对啊。我唔知你咧含啥讲话，但是我伫遐应来应去。啥物物件啦？我甲你讲话啊。你甲我到底你啊郭大哥？无甲啥讲话啦。我到底你啊免你个郭大哥咧讲话，没有啊，郭大哥，我用留言跟他在聊天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我生屁啊！对啊。不会啊，对啊，不会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个。你随时睡都可以，暗晡行到一半再困啊，停了，困去。对啊。欢迎淑明姐。剩2个。在家我是讲你走路，你在走路随时都可以睡，然后看到墙靠着就睡，看到女人趴着就睡。结果你要趴到女人身上睡，转过去是会亲。但是那就搞笑了呢。切起来。那个郭大哥说那个叫梦游啦。那个叫梦游。梦游不要紧，卖梦游的。就好笑的呢。梦游是一个祖囡仔的名啦，你是对啊？咱拢叫阿姨有一个梦，就像福音梦有无？福音梦，咱拢叫梦游啊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的思想很歪哥哦。看跟哪一个朋友在一起啊？我白想讲，我是一个堂正的人，我该想，欢迎金恩。我敢是一个人，是。当然。欢迎素贞姐姐。早上好。已经有7个我们能量聚集一下20个就开唱了哦。真的啊，20个人我就开唱了，不我恁祖妈袂见钱哦。恁祖妈袂见开机哦。他们昨天去那个龙山寺啊，昨天是龙山寺。那你那边去啊，找一块苦呢？没有啦，是昨天看他分享他得站在那边站了1个多小时，跟你前天一样，都是手都很酸。我说你那一天去你说的那个是邦嘎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青山宫啊。对啊，最近的庙会很多最近是在庆祝什么啊？其实你要想正的就没事了，那个给他想歪的就不一定是你想的这样子。了解，只是觉得还蛮热闹的啦。对啦，只是说这是一个商机啦，我们讲比较快一点，那个就是商机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啦，其实没有商机也是要让我们的那个经济是活络的啊。对啊，所以说这种东西，你看你用什么心态去想它啦。其实我是觉得说，有时候这种东西是人在经营，咱不是讲伊安尼唔对啦，是讲这是一个商机呀。对啊，我咧充，我要充电，我迄个无电啊。你无电啊？无啊，我的声卡咧跳，闪一闪。忘记。那你先上一首歌啊，然后等一下无电没关系啊，你还可以讲话。无20个袂见，我讲无20个袂见钱。莫安尼咩，就歹讲正呢。对哦，
你不知道我就拍狗甲，我记得你忘记我姓什么吗？你姓张啊？对啊，所以我做张的啊，你终于了解啊，该跟我做张的。这个名字好特别 ，Holy Ken。无20个，恁祖妈袂见笑，你笑心酸的哦。对啊，欢迎大家，对，欢迎大家。好朋友来了。对啊。这个也是我在抖音认识的第2个朋友。看就是你的那个影片啊，素贞姐姐也非常大力的帮你回复，对啊。哎呀，我来抖音，就是说我在开始玩的时候啊，嘿是。第一个就是那个云林峰哥，嘿。第二个就是他。他记忆非常的好因为昨天我上去啊，他看到我的名字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叫你一起上去？”然后我跟他讲说你在忙。是啊。他就说叫我 call 你上去。为什么我要上去？没有啊，就是看他刚好在拍，然后可能是互相聊聊吧。突然间丢一个球给你，你在那边来给他回应。不会啊，为什么？不会啊，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不好回应呢？那你有不正常的时候吗？好啦，每天都不正常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开心一点？开心要找医生是心脏科医生专门在开心的。是啊。你是要我拉比赛，你拉袂赢我，你了解吗？我知啊，所以我没有看我在练习。在练习打比赛，然后在直播间的时候上播的时候才可以训练这样的机制吗？有音乐吧？有音乐吗？有啊，有听到了。我讲你怎么才在笑呢？我你嘛在笑啊！看我个性都蛮厉害的。感情路真好看，谁来亏欠？有情人无情人，千千万万。明知空思恋，半半勇敢，遇着一个。有该梦的梦，感情路路弯弯，情退了有情人无情人，爱恨悲欢。有该爱的人，偏偏搁留恋，全像水。也是一场空，为何命总是创治人？但无怨无奈心酸，梦也梦，不敢梦，亲像空白所离人。无奈有缘无分错乱梦，你是今生的苦痛，用时间。来解脱，今生爱过你无遗憾，真心到永远。好，谢谢你。真的，我在内地的名字还真的叫台湾歌神张卓卓，这样上台啊。唱歌嘴嘛较长了无？感情路真好看，谁来开欠？有情人无情人，千千万万。明知空思恋，半半忧。有该梦的梦，感
弯，情退流浪。有情人无情人，爱分离欢。拄过爱的人，偏偏搁流浪。泉像水，也是一场空。为何命运总是创美人？但无怨恼来成全。梦也梦，不敢梦，亲像较白数年冬。无奈有缘无分错乱梦，你是今生的苦痛。用时间来解脱，先爱过你无遗憾。真心到永远。命运总是创美人，但无怨恼来成全。梦也梦，不敢梦，亲像较白数年冬。无奈有缘无分错乱梦，你是今生的苦痛。用时间来解脱，先爱陪你无遗憾。真心到永远。这侪人咧，这侪人听我看，你看这侪人咧听我演唱，你看有看到遐侪人无？你看到照片。人咧唱歌，你两个鼻孔一直甲我引。uncle 是一个叔叔的名，叫 uncle。我每次要上来唱歌，都不知道要唱什么歌。好听的歌曲啊，怎么会不知道唱哪一首？因为就是唱得太好听的，都不能自我了，所以不知道唱什么。不要脸。对啊，你看享受独处说你唱歌真的很好听啊。你看很多人被你圈粉了。确实好听哦。真的吗？你安尼我脚真的买水跳起来那边哦。那个点歌可能比较没有办法。拍谁啊？点歌仅供参考。对啊。你来听我唱歌就好，莫甲点。欢迎柔柔。因为恁点的歌我不一定会晓唱，了解吗？偷伤为什么要偷伤？下次光明一点啊，知不知道？下次要光明一点来听哦，不要偷听啊！偷听我会难过。情爱怨伤心，伤心也枉费。相在路口对看伤悲，你选择伊，选择来离开，往事就是我上大的爱恋。明知我太过痴情，为真实坚定，为着你断送了我的一生。
明知你这呢薄情，犹原来相信要辜负我一片真心。啊，有昨天寄的啊，哎，昨天早上去寄的，哎。老板娘说：“你这个切瓜，头家拿无滴的，你就来切。”情爱怨相思，相思也枉费，相在路口对看相依。你选择伊，选择来离开，往事就是我上大的爱。明知我太过痴情，为爱是真情，为着你断送了我的一生。明知你这呢薄情，犹原来相信要辜负我一片真心。明知我太过痴情，为爱是真情，为着你断送了我的一生。明知你这呢薄情，犹原来相信要辜负我一片真心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的好朋友刚给我滴的，有滴的，应该是喉咙开的。我喝一口水啊，还有点一首歌还他一下。啊，我的水咧啦！头家娘啊，我的水咧，你无要赶来无？你无要赶水来，我等下袂瘾上班辞职哦。来讲你上我的班，我应该呢。来，接下来前几天有人点一首歌啊，应该唱了2首，应该声音有开的啊。转来阮兜，国语要来讲，紧快点讲。转来阮兜这条叫啥物狗啊？我不要讲。当然使了，转来阮兜国语叫做回家啦。哦，对啊，这首歌超好听的耶，超喜欢这首歌的。转来阮兜就是回家啦，这是那个素贞点的，应该喉咙开了，可以唱了。大概阿袂开耶，我先花2声。吃啊啥？白痴，像迄白痴个安尼。阮头家讲你是咧画啥小朋友啊？还错一点。口水太多，先聊天。等一下哈，刚刚他歌词没有跑出来，无歌词我都袂要笑你。这条爱酝酿一下，爱酝酿一下那个心情。慧君，所以慧君，我可以要求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你先跟我在一起，然后30秒说你要跟我分手，那我唱这首会更好听。你喜欢做？你要跟我恋爱30秒吗？
因为太好了，差点忘了回家。你们来打电话跟我讲，我开车给你载。我先去载你，然后弯过去载慧君，然后把你们两个载回家。弯刀哦，不是恁刀，是弯刀哦。然后就了解，无钱。哦，恁做嘛这样啊？无你早就死得出惨嘛，你知无？好回家好了。我还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离开了我？没有你的电话，没有一封信，我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，可是我丢了你，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，回家，回家，我需要你，回家，回家，马上来我的身边。状况不好，有马力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些唱的比较不好，因为慧君跟我分手。别再哭，就让它走，再多痛苦的等候，相信我也能承受。闭上眼，不再留恋，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。别说不会有结果，永远永远别说分手。而你又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，一去不再回头。Baby, just be my one and only love. 回家，回家，我需要你，回家，马上回家，我需要你，回家，回家，马上来我的身边。Just feeling my one and only love. 回家，回
生来问生灭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唱的不好吗？因为今天慧君跟我爱的不够深，所以分手的时候没有觉得难过。你看慧君切到嘴暖拢流了啊！你看，我都看到，你突然间嘴角滴2滴口水，有发现到。切到都袂讲话啊！係啊，感謝你，感謝恁大家來到我這個慧君直播室來看慧君。我知恁是來看我，恁來看慧君呢，要看我要算啥？啊呸！是這樣。照片中的男主角是我，不是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是慧君跟左的合成兽。以後我2個生出來囝就做安尼，是不是安尼？對不對？還是講你烏白講你做嘛囝啊？烏白。到恁好處了，到給你打給了。嬰兒一聲響，一聲等，厝內只剩阮一個人。電花光光也是黑暗，阮的愛情已經無希望。情歌一聲唱一聲喊，緊緊看人生對成雙。愛你的心阮願放。心比人会永远欠一人，路袂完，啊一天像一场梦，等无人替阮甘，梦袂着心爱的迄个人。阮已經找嘛，你又搁等，為你步步點無情的世間，總是為愛心煩心亂。艱苦鬱地胸腔是為着啥人？愛情感情才這呢困難，為你步步點無情的世間，想袂了斷，搁不甘願，行到這款的坎，怎無論啥人，也是難過情關。忘詞啊的歌，忘詞啊就是我的紅，點歌僅供參考。讓我切到這可憐，我已經切到這歡喜。路袂完，啊一暗情一場夢，等無人替阮甘。
茫茫茫袂着心爱的天的人，阮已经找无理由孤单。为你步步停停行无情的世间，总是为爱心烦心乱。艰苦的胸腔是为着啥人？爱情感情这呢困难，为你步步停停行无情的世间，想袂了断可不甘愿，行到这款的坎站，无论啥人，也是难过情关。慧君，你为什么要给我放手？慧君，不要离开我！你是无别句安尼啊？是无别句安尼，直直叫人不离开你，人明明都无伫你的身边，你叫人莫离开你，无情。你讲啊？人切在歌遮尔失恋啊，慧君啊切到欢喜个。拢无看见，拢无先失恋那个感觉。谢谢你们的点歌啊，真的点歌仅供参考。等我学会了再唱给你听。你感觉安怎？回乡，这条叫做回家的台语版，叫做回乡。做白嘅，你点的我拢不爱唱。自细汉家庭真善，流浪他乡去了心愿。不管世界有偌多的风险，为了前途不行。路遥远，台北市这呢迷人，伊拥有自的美梦。下风舞台，换一人情冷暖，莫去伴阮沿路唱着对恁的思念。回乡的路已经无光，连春花也一树嘛变怎丛。回乡的心已经装满满，敢有够安慰咱的是大人？感谢大家今天来到左左的直播间捧我们红牌小姐君君的场。今天呢，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红牌的场，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，我算什么？我呸！等下会就要开播了啊，记得要去给他捧场啊！你若无去的，恁走路会骨倒。特定之神。流浪他乡去了心愿，满世间有偌多的风险，为着前途行路遥远。台北市这呢迷人，拥有自的美梦。风舞台，看尽人情冷暖，
莫辜破阮联络手段对恁的思念。回乡的路已经无光，连山花也一树无变山丛。回乡的心已经真满满，敢有够安慰咱的时段？回乡的路已经无光，连残花也一树嘛变大丛。回乡的心已经真满满，敢有够安慰咱的时段？慧君妈妈，我大汉，我有孝你，你知无？慧君妈妈，我唱慧君你，无礼貌，人就明明打30几岁呢，叫人妈妈，无大无细。哎，你这歹，你会回去想来就讲，你这讨厌的，人6岁就要练呀，你突然间给人家搞笑。情人变妈妈拄啊好尔，好无啊？我等下搁叫伊阿妈，我会甲你骗。我叫妈妈生对这，我你叫妈妈生对这手下留情啊，你拢唔知啊？我差点要叫阿妈，你拢唔知啊？紧切歌，差多3人点的往事只能回味，你叫爹无啊？等下无甲你回，等下无甲你笑，你连讲我若出去直播，我伫恁兜附近，你出来甲我整看咩安怎？啥物人点往事啊，就是往事啊，就是我安慰啊，往事啊，像我阿嬷诶，要安怎甲我安慰？啊无嘛像慧君啊咧，无伫诶吼，迄点往事啊，是我安慰无伫诶，对不对？无伫诶，安尼放弃。换别条，红颜酒是安那要点这条咧？为虾米？甲讲一个所谓咱来者，你若无讲一个，无啦，再回首无啊啦。那个红颜酒切了，我就要下播啊啦。阮兜边啊，即个走廊要开播啊。阮兜边啊，即个走廊要开播啊，了解无？我若阁继续笑，伊等下伊个房间拢无人，伊会来阮兜。甲我讲尻川，我若逐工，我若每天11点到1点拢固定一场开播，我你讲慧君绝对兜无人，我还手下留情。这首歌我唱得很有味道，啊，恁就讲我唱这条歌拢在放屁，对咯有味道，下你的人都歹斗阵呢，也啦讲我唱歌最有味道咧，也是啥？有狐臭，是不是？啊，最后一首歌唱完要下播了哈，边仔咧阿桑要开播啊，我去准备者，去便所放一下屎，漏一下尿的，哎呀，我最爽诶，我爽惯死啊！莫甲我记啊地啦，红比比点的红颜酒嘛，当然无甲你笑，连工伫路边拄着甲我整。收大声，再回首等有时间。西风夜渡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梦里。失去不见，被失去，别离难忍别离。
狼烟烽火何时休？成王败寇惊东流，拉去一场泪难干，江山未老红颜旧。人别离，无人却又别离。我红颜难去，不知何夕何夕。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痴情悠悠。狼烟烽火何时休？成王败寇惊东流。拉去一场泪难干，江山未老红颜旧。人别离，无人却又别离。我红颜难去，不知何夕何夕。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痴情悠悠。人别离，无人却又别离。我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夕何夕。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痴情悠悠。在笑你啊，悠悠。唯不变痴情悠悠，唯不变痴情悠悠。B B 为什么点这一首？因为悠悠坐在旁边，所以就叫悠悠。好，谢谢大家哈。其他变炸切一个歌拢讲真诶，足吃力诶，所以切了无过，无讲介好。你若有意见吼，不要紧，尽量去拍回去，莫拍我，不干我屁事。感恩啦。无啊，我也无食薰啊！你叫我甘薰，薰我也无食啊！叫我甘薰，无礼貌。你看慧君拢调的袂叮当，你看到无？伊足感动啊！哇，你若走伊啦，要开播啊，对不对？若要切带回手，讲走伊，无礼貌。最后一首歌哈，那个本来是点歌仅供参考啊，因为慧君的面子。所以我就给你们回复一下哈。你若要感谢，你就要感谢慧君，莫感谢我。你拢看伫慧君的面子上，拢奇怪，那调伫遐拢无爱叮当，我也无算1、2、3木头人啊，伊拢无调，拢无咧叮当。我当做伊真正变成人形立牌的。然后再为一首哈，那个啥物人调我要记啊，独享，什么独享，享受啥物？好，再回首，最后一首歌唱完要下播了。边仔走人要开播，我要紧走，伊也袂爽。再回首，云遮关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一步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
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、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；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感谢大家今天拨空进来我的直播间观赏慧君。虽然我们这里不是动物园，但是可以看美女。小进来，两边下播看来有 A 猫。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；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。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、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；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、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；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；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Thank you， 谢谢 ，Thank you， 感谢享受多图点的这首歌，再回首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上降台慢慢降下去的 ，Thank you， 明年见，明年跨年见。讲什么呀？今嘛是咧跨年的呀，讲啊，我家己成为歌星的呀，开演唱会了，没啦。好啦，还可以再唱一首，50分钟就要下了。最后一首歌真的是最后一首歌了哈，因为的弯刀街走廊要开播啊！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听我的拉迪赛跟听我唱歌，然后来看慧君这个查某人。女人最讨厌人家说她查某人，好啦，谢谢你们来看我们的小可爱哦，累死没啊？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最后一首歌真的要下播了。谢谢你们的爱，谢谢你的爱 ，Thank you，Andy 咯，高兴不行吗？不行刘德华吗？Thank you。你们要多多支持慧君哈，没有支持我没关系，一定要支持他。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深有多深。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这些人，多情暂且保留几分。不喜欢孤独，却
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沉默，笑容也寂寞。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。是不敢、不想、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和像一个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、不想、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和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我现在站起来，你们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依然给你们深深的90度一个鞠躬，谢谢你们大家来到这里听我开唱，谢谢你们。最后这首歌，谢谢你们的爱，送给你们，也代表我们旁边这个弯刀的走廊，感恩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不喜欢孤独，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沉默，笑容也寂寞。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，让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。是不敢、不想、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和像一个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、不想、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和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Thank you, thank you， 咁犀利啊 ！Thank you， 我唔係劉德華，我係曾佐佐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感谢你们今天的捧场，记得呢，等一下11点哈，转场一下啊，这个走廊没开播哈。下次有机会我再开唱哈，可能要等到元旦过后了。好 ，OK 啊，大家拜拜哈，谢谢哈，记得哦，11点哦，要去支持他啊，你若无去支持他，走路不得。虾米哦，虾米拜拜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